主后2025年10月30日，每日圣安宫读经，速读保罗。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加拉太书第1章第10到第10节。现代台语版圣经加拉太书第1章。我是保罗，我做使徒，毋是对人，也是通过人，是通过耶稣基督，甲伊对死人中搁活的爸上帝的呼召。我甲伫遮的兄弟姊妹写批，互加勒泰的正教会。愿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为着要救咱脱离现今即个邪恶的世代，基督有照咱的爸上帝的旨意，为着咱的罪献伊本身。愿荣光归乎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恁互我真着惊，恁竟然遐尼紧就放杀迄位通过基督的恩典呼召恁的上帝，去缀别个福音。其实无别款的福音，我安尼讲是因为有一寡人甲恁扰乱，想要曲解基督的福音。毋过，无论是阮，还是对天顶来的天使所传的，若甲阮以前传互恁的福音无共款，伊应该受咒诅。阮捌讲，现在搁讲一遍。若人所传的福音甲恁已经接受的无共款，伊应该受咒诅。我即阵安尼讲，减是要得到人，也是上帝的称赞。我减是要得到人的欢喜。我若还伫想要得到人的欢喜，我就毋是基督的仆人。使徒保罗，使徒伫希腊原文泛指奉差遣的人。伫初代教会，使徒即个头衔，特别是指教会中有权柄的人。伫福音书内面，是指受拣选跟对耶稣，后来受差遣真侪宣扬耶稣搁活的迄12位见证人。不过，使徒即个身份历来就引起讨论。保罗伫加拉太书第1章19节讲到，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无见过其他的使徒。这是毋是意味着当时主的兄弟雅各也被视为使徒？以外，保罗伫罗马书的最后请愿中讲，请请安捌甲我做伙受关的犹太同胞安德尼古和尤尼亚，因伫使徒中真有名望，也是比我先归信基督的。因为安尼，有人猜测，检采当时使徒即个称谓，也用来称呼宣教师，也是教会差遣出去服侍的人。检采这就是保罗伫加拉太书这封书信中自我介绍我是使徒保罗的原因。保罗写这封批信的时，必是带着激动的情绪，因为照保罗批信的惯例，请安了后，必有感恩的祝祷。独独伫加拉太书请安了后，马上质问：恁互我真着惊，恁竟然遐尼紧就放弃迄位通过基督恩典呼召恁的上帝，去对别个福音。伊所指的另外一种福音是甚物？过去多半认为，搅扰加拉太信徒的教导是律法主义，也就是
主张遵守律法的行为是得到救的先决条件。但是近代学者指出，这无啥符合第1世纪犹太教的描述。当时的犹太教宣扬，人的得救需要仰赖上主恩典，甲上主立约，真侪义的子民了后，必须有遵行律法的行为，亲像行割礼、守安息日、甲食物的规例，才会当拥有这救恩。保罗激动地讲，若人所传的福音甲恁已经接受的无共款，伊应该受咒诅。保罗直指使徒身份的核心，不过是奉差遣传达信息的人。不论使徒伫教会地位有偌崇高，甚至尊贵亲像天使，拢无啥重要。要紧的是，伊所行所传的才是关键。美国加州有一所必得利超自然侍奉学校，伊的特色就是标榜由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教导的，也用设立使徒先知等职分著称。当教会界也出现一寡宣称家己是使徒的教会领导者，但是拄亲像主的话甲咱讲，毋管是天使、先知、使徒、牧师、长老，重点拢不在伫称谓，是在伫因所传所行的。遐个强调称谓，即份照这要求人顺服的教会权威者，爱小心家己所传的，是毋是互人听见无共款的福音，免得诚侪保罗咒诅的对象。默想，你听过无共款的福音，还是类福音无？安怎分别的？你听过无共款的福音，还是类福音无？安怎分辨呢？咱来祈祷，亲爱的上主，求你赏赐分辨的灵，通互我伫这混乱的世界中明辨是非，洞悉真理，奉主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